要去这个地方呢，你们会用什么方式交通工具来去呢？第一选择开车，开车，对，开车都是大家，尤其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这地方，就路很大，其实都是要开车会比较方便一些，对不对？那有很多的交通工具，你告诉我一下，你都选哪个交通工具呢？搭飞机。哦，搭飞机，可以说你很常出国喽。骑机车，我们骑机车其实真的是超级方便，尤其在台北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坐火车，坐火车比较方便。搭船，搭船哦，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哇，很健康哎。那么我在想搭飞机，因为国外有很多潜水的地方很好玩，很漂亮。那你有去过吗？没有，都还没机会去。可能开车吧。开车会比较多一点。如果要选它，其实是搭船，因为坐游轮的还没有坐过游轮。搭船或飞机？搭船或飞机。搭车，搭车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搭什么呢？搭火车，骑脚踏车。开车，开车。妹妹呢？开车，也是喜欢爸爸妈妈开车，对不对？抽茶，係啊，搬家。真係呢比方有陣時我驚騎嘅私行茶冇位冇。私行茶少啦，較少咧都除視茶到啦，佢茶到。佢茶開頭視茶較多嗬。私行茶，然後草莓下地，騎機茶，對，那當然我們也會講騎歐多拜。騎歐多拜，對，就跟那個閩南語很相似一樣啦吼。籌貨茶，應該有常常聽到火車叫貨茶站到嘞，什麼什麼站到嘞。有吼。籌貨茶，對，很好很好嘛，我是不是說？試茶沒錯，製茶葉其實也是很懂呢篇嘅事情呢。籌飛行機，還蠻好，這要記得哦。籌飛行機，籌飛行機，籌貨茶，籌傘呢？對，籌傘呢？對，潮汕呢？很好哎。騎自行車，然後哦，試茶耶，那海陸腔說死叉，對，死叉，有沒有聽過？有哈，有記起來，對不對？騎歐多拜，對，很好 ，OK。騎機茶，茶非常街，很好哎。台北呢，或是在越南，可能會說 drive car 嘛，對不對？我們會說試茶哎，試一次。試茶耶，然後籌貨茶，對。冇想到出去了，也還有咁多嘅交通工具嘅方式選擇嚟錯冇啊！尤其你做啲參考嚟預算以後，大家就做得呢來選擇一下，想要用看呢片嘅交通工具了。像我自家啊，因為細妹人叫下出去了嘅時節，大家當然就當上嘅試茶誒，因為呢個東西當多啊，全部得到也茶檔地配度。按樣呢，就看呢片掉嘅了。其實我當上嘅啲，大家做乜嘅上嘅去亞條蔬菜呢？韓國唔掉啊，用按樣嘅方式，係唔係看呢片掉嘅啊？地門大家做乜嘅上嘅去亞條蔬菜之前，一下就先教大家亞條嘅客家話，亞條交通工具應用版來講了，一下就開始了。一開始，先問大家講，你要怎麼去那裡？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？愛用版去幾位？愛用版去幾位？男士人，你應用版講呢？我用嘅係個片。我用嘅係個片，冇唔錯，佢接下來當然就會有當多交通工具嘅選擇了。今日呢，我老大家講下學習嘅係開車。客家話我用版講呢，你會講試茶誒，試茶誒。平常時未會試茶嘅冇啊？迄個呢，我老配上人分享講，我要開車去。客家話我用版講呢，我愛試茶嘅去，我愛試茶嘅去。冇唔錯，試茶嘅其實係當呢片嘅選擇。
但是啊，拄到叱咤嘅时节，佢就都麻烦了。故说大家呢，你会选择伊个交通工具嘅方式，就是骑机车。骑机车嘅客家话用办讲呢，你会讲骑机车，骑机车。咩用人按用讲骑奥多拜，骑奥多拜。故说一下，你就做得用机嘅，然后拼起来分享。我要骑机车去，我爱骑机车去，我爱骑机车去。咩用人按用讲？我爱骑奥多拜去，我爱骑奥多拜去。冇唔错，讲到啊呀，奥多拜、机车也先称好，我咪当中意嘅，因为有阵时啊，系讲拄到叱咤嘅时节，呀机车就会当呢片嘅先测了。佢生下来呢，系讲唔爱出国了嘅时节。当然就会坐俩交通工具，就是搭飞机。搭飞机嘅客家话按用办讲呢？坐飞行机，坐飞行机。南西人，你按用办讲呢？坐比洋机，坐比洋机。冇唔错，系讲啊，坐飞行机嘅时节，系唔系心情就会动欢喜呢？故上你做啲老大家分享讲，我要搭飞机去，我爱坐飞行机去，我爱坐飞行机去。嘅男士人强按用办讲呢？我爱坐比洋机去，我爱坐比洋机去。哇，讲到呀坐飞行机，系唔系你心情就会非常嘅欢喜？韩国听众呢，爱拿定眼手机，拿定眼相机来打卡一下，错冇啊？唔讲啊，也系出国嘅时节。啲台湾入面呢，其實有好多動力片嘅交通工具哦。比方講，你呢，愛對桃園到台北，也係到桃園來去台中，你呢做得來選擇呀交通工具，就是搭火車。客家話我用辦講呢，你會講坐火車。坐火車，故上就做得了，大家來分享。我要搭火車去，我愛坐火車去，我愛坐火車去。也係其實坐火車動力片，因為呀係講到台北。坐火車，你就做得馬上轉捷運、捷運，向下來轉車，去到唔想愛去嘅所在了。唔過有陣時啊，你味道愛留呀環保啊，空氣較好啲嘅，未做得呢來選擇呀交通工具，就是騎腳踏車。客家話愛用辦講呢？騎自行車，騎自行車，故上就做得老大家分享。我要騎腳踏車去，我愛騎自行車去，我愛騎自行車去。其實騎自行車咪係我當中一個選擇哦。因為啊，騎起來會知道也風好當舒爽以外，咪係當空間嘅方式，當空間嘅運動，韓國咪當省錢匆忙啊。唔過呢，係講我去到也開順嘅時節，我相信呢，也係交通工具
咩唔會上分咯，就是搭船。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，坐船，坐船。古生就做得老大家分享講，我要搭船去，我愛坐船去，我愛坐船去。呢條交通工具嘅選擇，大家都好會忙啊！其實家下看到大家講嘅咁多嘅交通工具嘅方式，我就喺想，出國又會有人坐火車去啊？唔係應該都會坐飛行機去咩？原來係從我哋台灣四面環海嘅所在，想要出國當然就會坐嘅飛行機。但是呢，像其他外國，像比方講歐洲啊，呢個類所在，佢哋呢其實坐飛行機、坐火車，未做得呢到其他嘅國家，未動呢片咯。唔過我想坐飛行機，未較夾到嘅啦。好嘅，接下來呢，我就看一下，幾項嘅路人，佢哋呢都係因為乜嘅原因。怎會想愛去到亞條所在來去了呢？也下，我就共下來看咯。